大选了后，也逼出开票争议，行政院长陈建仁肯定24万名宣布真悬的付出，也指示中选会加强假消息的清楚说明。中选会副主委表示，这届网络流传的假消息和英国共款，拢是错误认知，对开票过程无了解。也那2017年通过公投电子联署办法，已经17登录。中选会1月完成22项改善建议，按算第2季会上线。大选做票的争议无停，中选会连续真侪天正式闭会。行政院长陈建仁肯定超过24万的选务人员的付出，嘛指示中选会持续掌握错误假消息，加强说明举报。中选会讲，人力许可会分做2组开票，一组是查甫声，一组是查某声。听候总统甲立委2组开完了后，才会开政党票。人力不足的时阵，又一组照顺序开票。这届选务谣言甲较早共款。过去的一个造谣一样，把这个男生女生的一个开票作业这个予以混淆所导致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以澄清，不是只有政党所推派的监察员在场监票，民众也都在场这个监督。中选会已经移送检调25件做票谣言案，其中是不是包含网络名人艾丽莎莎？对这代志单条件无加讲，检警依法处理案件，中选会无方便说明。也是这个大选超过300个外国媒体记者甲袂少国外观选团来台，到开票作业引起讨论。民进党主席郭文铁讲，这个过程真落伍，无电子投票制度有待改善。尤其2017年通过公投法，也有定电子联署办法，所以因为治安的顾虑，一个拖到7年。中选会总算讲出实施的时间点。我们预计在今年这个春季这个左右，那经过委员会的一个审议，应该会是在这个今年的这个 Q2， 也就是第2季的时候，来这个正式的一个上线。公投电子联署系统因为面临治安危险，民众各自保护要求悬。中选会原来补充系统会伫1月完成改善，一定第2季上线。未来公投案民众会当使用自然人凭证进行电子联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